台南风味美露、红酒酸水果酱、酥饼礼盒，国日控总统就职国宴第一摆伫台南举办，无论是官方也是民间，拢以办喜事的心情看待。除了要互宾客食了欢喜，连伴手礼嘛要互人感受到台南味。精挑细选之后，登上国宴伴手礼名单的，通通都是千锤百炼，不是在世界得奖，就是在市场得到广泛的认同。所以呢，我想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伴手礼。市长王伟摕伫记者会当中，伊介绍属于台南在地特色的伴手礼。除了市府装满台南4摆人情味，电台知名主持人志明康英秀嘛特别赞助一袋特色伴手礼，甲北门烟火、往来酥以及五宝村所制作的棒，装入台湾 LV 的家鸡袋仔内面。即届的家鸡袋咧，主要就讲，互外国人炸断的吼，有一款留念啊。主要往来酥好食歹食无要紧，就是这个花。我们就以台南的兰花取名叫做国宴面包，然后福尔摩沙 Panettone 包，然后融入呢我们台南的那个桂圆跟台湾的黑糖，用这两袋伴手礼组合，展现台南人因食国宴宾客热情甲用心，同时符合准总统赖清德选伫台南举办国宴愈在地愈国际精神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